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6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是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早起7点外，国道3号上北苗栗通宵路段，一台货车启动着上来线车道的公停车，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要求2月17召开临时会，也毋过恐惊违反宪法，郭坤基要求党团协商，议长韩国瑜只是无方便召开。秘书总统惠秀玲表示，中国讲会甲秘书所有门店拢订满，嘛答应逐档要投资2000万的美金，声音甲台湾断交。新闻开始来看，今仔早起7点外，国道3号上北139公里苗栗通宵路段，一台货车启动着上来线的车道，等个捡物件的公停车哦。48岁姓张的驾驶，亲像是无看到这台公停车个启动着，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上北车嘛踢甲落长。行车记录器翕到时间风浪车慢慢啊驶伫咧国道上北的内底面车道，毋过后壁一台小货车直直驶过来，敢若是袂符变换车道，直接弄到时间的风浪车。这车祸弄甲遮尔啊大力，互小货车的车头甲时间风浪车的后壁面嘛弄甲变形。16早起7点外，伫咧国道3号上北139公里，伫咧苗栗通宵的路段，有工作人员当咧捡落伫咧内底面车道的物件。后尾时间风浪车煞互小货车弄到，互驾驶真着惊。我们都警示灯嘛，对他直接撞过来。第二次了，第二次被撞。对。你开这台被第二次被撞。对。救护车到场，赶紧将小货车顶头2个人送医，其中48岁姓张的驾驶无生命现象，急救了后忧患死亡。也那驾驶26岁后生，当时坐伫咧副驾驶座是受到轻伤。到达现场后，为以小货车自撞护栏，且1名伤患受困于驾驶座上，患者欧卡。小智货车疑因未注意车前动态，追撞于内侧车道进行捡拾掉落物作业，由承揽所驾驶之施工单位大智货车。根据警方初步了解，小货车顶头这对爸仔囝对南投出发要去做工课，想袂到过年打开工就出意外。双方驾驶的酒测值拢是0，事故发生了后造成塞车超过2公里长，大约1点外钟了后就渐渐解套。针对事故发生的原因，警方也搁来调查。记者苗栗报道。再来看越南富国岛旅行团旅客伫当地无人带团接待的争议，佮继续的探烧。二代旅游甲在地旅行社是互相杀责任。咱国的交通部长王国材今仔是表示讲，要求业者停业3个月处分，会赶紧来处理。越南当地旅游局嘛表示讲，二代旅游无付钱予当地旅行社，也毋过当地旅行社嘛无依照规定签约，买来处罚。咱国的金管会嘛表示讲，受到影响的旅客是无法度以旅游不便险来理赔，也毋过针对团费，旅客适当要求信用卡银行以争议款来处理。乒乓协会工作人员电话接袂煞，真侪旅客拢是打电话来问讲，那是伫越南富国岛带团被放鸟的代志。但是台湾组团的旅行社二代旅游，甲越南的地接社处理的做法，互人质疑伫咧互相杀责任。即嘛，台湾甲越南官方拢表示会处罚业者。越南媒体报道讲，健康省旅游局认定二代旅游无依照协议付款。也毋过地接社全部终止服务，虽然是保留定金，并且继续服务甲收费，无依照规定签订合约，就要罚地接社。因那二代旅游相关的财主，交通部长王国材讲，上紧后礼拜出。消费者保护法的部分就是3638里面的停业三个月，这应该这个观光署会赶快做一个处理了哈。停业3个月的部分，因为怕他现在又继续出团又有发生问题。王国材重申对业者动发，若会当甲因停业，也要按照出团的数量，每一团罚上悬5万。
不过年代旅游2月底到4月底进前，一共差不多430人等出团，就惊讲若底团了也会出状况。观光署强调，若是业者要被采取停业，就要办理退费，或者是将旅客转予其他旅行社。如果认为在越南当地自费了$720，或者是当初在国内向年代旅游购买行程的团费相关的账款有上开的疑义，就可以依照定型化契约范本来向发卡机构申请争议账款的处理。在这个旅行不便险的部分啊，目前从这个情况看起来，似乎是没有符合承保范围哈。规件案件还佫伫咧查，虽然保险局讲旅客无符合旅程取消或者是变更保险承保的范围，依照旅游不便险是无法度理赔。不过银行局是强调，旅客对已经纳的团费若是有疑虑，拢会当依照规定向发卡的机构申请争议款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大肠洗肉精的争议，立法院国民党团主张20开议进前17先开临时会，邀请行政院长来进行报告。也毋过2月本地就是上会期间佮召开临时会，这款的做法恐惊是违反宪法。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君琪今仔是请立法院长韩国瑜来召开党团协商，虽然民众党团甲民进党团拢表示尊重。也毋过，立法院的议事处早起发函予党团，指出讲院长韩国瑜是表示讲未负作业，所以无方便召开调研协商。立法院20早开议，针对大肠洗肉精风波，国民党团按算17先召开临时会，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进行实案专案报告。国民党团总调鲍坤琪函请立法院长韩国瑜再来召开党团协商，民众党团是持开放的态度。如果当初接受我们16号开议的建议的话，今天事情也不会变得这么复杂。但我觉得事情过了就过了。我们现在就是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要随时随地都 ready 为这个人民的食安问题而努力的。所以像我们都随时在待命，是我们党团的干部决定怎么做，我们就跟随党团干部的意思走。黄国昌表示，民众党团早就主张提早开议，嘛要拜会国民党团讨论法案的合作。不过因为2月已经是上会期间，那所要开临时会，恐惊牵涉到危险的争议。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表示，党团愿意参加协商，不过立法院议事处再去向发函各党团。韩国瑜是指示，因为时间甲作业的天数考量，才无召开调研协商。这个国民党团是正式函请院长召集协商。那院长今天以时程作业未便，不召集协商。那我想这副总召应当去跟韩院长好好的就68条职权行使法做一下讨论。吴思瑶表示，尊重韩国瑜的决议，针对调研协商话庭，外界解读韩国瑜是无咧插鲍坤琪，不过国民党团嘛传出偏向20开议即天，要求陈建仁先进行专案报告，再做施政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最近伫吸收咱各地南太平洋的邦交国，比如11月份特别选举最近比如的总统惠树林写配合美国的参议员，讲到中国对比如提出善意，讲会甲比如所有的饭店拢订好满哦，嘛答应讲逐档要投资2000万的美金，声音甲台湾断交。咱国外交部是表示讲，这国家面对经济压力，台湾嘛了解，外交部嘛强调讲会继续提供比如援助。Palau is open to tourism. We have many people visiting Palau to enjoy the sunshine. 进前专工来台湾推动观光，比如总统惠树林甲台湾的关系密切，嘛伫国际上几届公开发言挺台湾。不过最近惠树林写予美国参议员的一张配方公开，内底讲到中国已经向帛琉提议，讲要预定所有帛琉饭店的房间，嘛保证讲每一年投资2000万的美金，伫帛琉营运2英亩块远端的人客服务中心，要使帛琉甲台湾断交。帛琉等小岛国家面临中国经济胁迫的困境，台湾感同身受，并持续提供帛琉协助。台湾向来支持帛琉发展观光，建立经济韧性及永续发展的国家发展政策。惠树林会写配合美国的参议员，是因为美国甲3个太平洋岛国帛琉、密克罗尼西亚、加马小尼群岛，在去年年底签署恢复20年的自由联合协定 （COFA）。
毋过需要的70亿的美金资金，还佫卡伫国会。会主人伫批内底强调讲，这份协定一旦无生效，就互中共甲别留一寡有甲中国做生意的政治人物有操作的空间。台湾跟美国可以透过帛琉这一个地方来进行一个军事上面的合作，中共会希望透过不管是观光啦，或者是经济援助的方式啦，破坏美国在印太这一边的一个战略。学者分析，中国积极运用经济手段僫台湾的邦交国，已经成功互所罗门、甲陆路、甲台湾断交。台湾伫南太平洋目前敢若剩3个友邦，别了11月份嘛举行大选。即马甲台湾的邦交，也佫有美中的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加做南太平洋岛国选举关注的议题。记者综合报道。海基会今仔举办中国台商的春节活动哦，有台商代表是表示讲，无应该因为意识形态影响到两岸的交流，嘛强调讲两岸应该加强合作，做伙来发挥国际影响力。经济部长王美花是真感谢讲，这个台商愿意返来台湾投资，嘛肯定因对台湾经济的贡献，嘛希望讲台商哦会当为两岸和平来打拼。现场气氛真热闹，各地台商组织做伙，海基会16伫圆山饭店举行大陆台商的春节活动，希望台商会当协助两岸更较密切的经贸交流。台商代表建议，无希望用意识形态限制两岸交流，希望两边的领导人拢爱甲口啊愈放愈灵，安尼才会当有助两边的经贸发展。我们希望两岸领导人有智慧。把这个紧箍越来越松，能够加强两岸深度、能够密集的合作，创造两岸人民百姓的生活。简定在嘛表示，不管是中国还是全世界经济，拢因为疫情甲环境的变化造成恶化，这是正自然的趋势。调整经济范围这个问题，一寡台商已经伫努力，甲真需要努力的产业转型做智慧经济。经济部长王美花希望台商会当成为两岸和平的润骨剂。各地台商的会长也可以帮忙转达，对两岸好的话，不要去破坏现有的现状。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下，我们从未停下脚步，持续的寻求两岸对话的可能。各位台商朋友，都是台湾走向世界以及维持两岸和平的重要的伙伴。王美花原来感谢台商愿意返来台湾投资，对台湾经济有重大贡献，也是互台湾伫全球 AI 的竞争发展占一个重要地位的贡献。未来会持续协助台商返来台湾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伫今年初选举，互民进党提名不分区立委第16名，罕病律师陈俊涵传出伫初二过身，食到40岁。这个消息是互真侪人真感冒。陈俊涵有肌肉萎缩症，规身躯只剩目睭佮喙有法度叮当。伊有美国甲台湾律师的执照，伊放弃伫美国高薪的工作，甲有保险给付的罕病药物，倒来台湾为律师、为人权来打拼哦。伊嘛为伊同款的患者来争取罕病营业的权益。健保署今日嘛表示讲，最近就来讨论健保扩大给付。我希望是台湾在整体的罕病的药物技术上面的制度的相关改革。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快速？今年1月底上尾一届伫镜头前出现，罕病律师陈俊涵替病友发声。15月时，伊的家属透过面册刊文表示，陈俊涵伫正月初1身体无爽快，送到台大新竹分院，也毋过抢救无效，11透早过身，食到40岁。消息传出来了后，各界拢感觉真可惜。总统府甲行政院拢表达毋甘，强调会继续推动保障新障者的政策。国民党嘛发声明哀悼，民众党是感谢陈律师为新障弱势的付出。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勇敢的生命斗士，即便罹患了罕见疾病，他一生当中没有任何放弃。选举期间，互人来做民进党不分区立委的第16名。陈俊涵上港台做讲希望会当改善台湾的无障碍环境，因为伊一出世就被诊断得到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SMA。规身躯敢若剩目睭、喙，甲一支细支指头会当叮当。大学第2年时，阁因为火灾意外，2支脚拢爱切掉。
毋过陈俊翰突破身体限制，扣掉律师高考的头名，甲会计师执照，佮摕到哈佛法学院的硕士、密西根大学法学院的博士学位。等下台湾了后，嘛一直咧为 SMA 的患者争取用药的权益。因为台湾虽然有开放相关药品的健保给付，不过还是有300多人无符合标准，无法度积极用药啊。现在因为厂商有来送件，建议说是不是可以把它扩增到全给付？那我们也正在讨论当中。陈俊翰在生的时为着扩大 SMA 药物的给付咧走踪，对此健保署讲，最近培检甲口服药的厂商拢已经提出扩增给付的申请，互所有 SMA 患者拢会当使用。按算3月会开专家会议讨论是毋是要放零，佮经过健保共议会议。上紧今年顶半年有希望会当通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何处长的卤肉饭哦，今仔开始又搁要起价咯。鸡腿便当甲腿排便当要起5块。今年初肯德基佮卖猪排的福盛店，佮一寡日本连锁的餐厅嘛拢起价。所以有学者就预测讲，今年2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恐惊会突破2%，通货膨胀的情况哦会恶化。鸡腿煎过了，酥酥脆脆，佮加青菜加灌酱等配料，这是何处长的鸡腿便当。不过自16开始，鸡腿便当变贵啊，一个便当就要135块。我们会觉得这个价钱还是可以合理啦，我们还是会尝试。每个世界各个地方都在涨价，如果5元而已，我觉得都还可以接受。何处长发声明讲，鸡排价格比去年同期起15%，经过评估，决定把鸡腿便当甲红糟饮食腿排便当起5块。原物料高涨，还有就是人力薪资成本的攀升的双重因素，我们决定调涨2款便当的这个价格。那是何处长起价，就连肯德基的青花椒香麻脆鸡丁6种产品也起1块到7块。福盛庭的招牌猪排定时也自195块起到210块，真侪品项拢起10块到15块。台湾所有的牛肉系列产品也起5块到7块。外界关心，那是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起1.79%。低价敢会超过2%。今年的春节是在2月，所以相较于去年比较低的一个基期啦，那这有可能就是导致这个 CPI 年增率呢超过 2% 的原因之一。专家有指，就算是低价消费者物价指数超过2%，央行应该拢会维持原本的利率。不过，伫过年煞了，有一寡产品是无起价，颠倒是降价。像台北市两商工会就宣布，17开始两价降3块，批发价格自一袋滚52块降到49块。若是买气继续无好，规两无排除会搁再降价。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因为无大型的工业，温室气体上大的来源是徛家佮店家用电是占7%。台北市环保局要鼓励民众减碳，提出半档省电3%，地档来抽奖，佮有奖金3万块。环保局是表示讲，一天一日省0.37度的电，半档地档省电3%咯，就有机会当摕到奖金。无大型工业的台北市要达成2050年净零排放，2030年就要省减碳40%。环保局决定为主体用电来开始，鼓励民众省电，只要半档省电的度数比去年同期减3%，就当参加3万块的抽奖。以1户平均逐个月用电361度来计算，大概是逐工减0.37度电。环保局讲真简单就做会到。家里的电视或电灯随手都关的话，那或者换节能家电，那冷气的滤网能够每个月定期清洗，所以这样子其实门槛很低，就一天减0.37度，其实是非常容易的。虽然半档来成功省电3%，不是人人拢有奖，不过民众意愿也是真悬。钱也很多啊，3万块啊，我一个月才用400块、700块的电费而已啊。所以你觉得这个对你有诱因啊？有。要逐工省电0.37度，达成半档来3%的目标，也阁有更较单纯的方法，就是一工减开1点钟的电脑。妈妈气候行动联名表示，虽然诱因无算大，也毋过肯定用政策带动民众来改变生活习惯，减少浪费电的行为。其实最根本的是要去减少或汰换家里头那些耗电的电器，这才会很根本的去解决这个
耗电这件事情。民团认为要降低自体碳排放，除了地方政府过来拍拼，台电伫省电奖励措施也应该互民众更较有感觉，对省电更较侪用户应该爱互因更较侪优惠。民团也强调，节能净零需要民众对改变生活习惯来做起，要有明显的效果，大家爱共同投入行动。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推动国小的册包减重哦，今仔升学期头一天上课，台北市长蒋万安甲教育局长唐志明就去国小来宣导，嘛替学生囡仔的册包来称重哦，且重量上好是唔通超过体重的1/8。即马学校嘛拢有提供图啊，互学生啊来藏物件，减轻册包的重量。休寒甲过年27天结束，台北市东兴国小的学生转去学校学习。台北市长蒋万安甲教育局长唐志明伫校门口来迎接，佮送因红包。就是希望成绩会进步，或是交到很多朋友。摕到红包大部分的学生是无马上拍开来看，因为除了册包，手顶头阁有1袋到2袋的落啊。压刷杯。然后课本、袋子和水彩，但有些要就是一直带在书包里面，像铅笔盒或者是水壶。真侪学生认为家己的册包无重，袋仔内底真侪物件嘛要放学校，毋是困扰。也毋过班导随机来量2年级一位学生的册包甲袋仔，加起来有3.4公斤。体重是27.2，所以你的书包最多只能3.4。大学期前、大学期后免量一届学生的册包，册包重量袂使超过体重1/8，是台北市这学期开始落实册包减重的重要办法。当然还有一些小 paper， 比如说水壶不要装满水，那到学校以后饮水机再装水等等。我们希望透过各种方式一点一滴，让书包能够减轻。教育局表示，台北市国小普通教室陆续来全面换新，班级内底嘛有放物件的所在，会当好好利用。另外，教囡仔来整理册包嘛是袂歹。若是真侪囡仔会甲安亲班甲补习班的作业同齐杂，需要老师、家长、学生斗阵来努力。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台下头一天哦，桃园市警察局是专工规划互动专案，警方协助学校附近的交通，嘛加强来处理交通的违规，佮趁这个机会来宣导正确过车路的观念。休馆结束，也是学校开学的第一天。桃园市警察局所属10个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妇幼警察队加强守护学生上下课的安全，特别规划互动专案的勤务，提醒囡仔若要过路口，都要行回条线。唔通违规乌白行，增加风险。到路口要停看听，对不对？对。看要看什么东西？要看针对辖区内的国小展开互动勤务，然后加派警力来进行维护跟宣导，希望能增加家长跟孩童的各项安全概念。针对开学这一天的活动专案，警方除了伫学校附近规划交通的疏导，加强处理学校附近违规停车、无停让过路人等等交通违规的情形。嘛，呼吁民众爱遵守法规，共同维持好的交通环境，让囡仔会当安全上下课。交通警察大队为增进通学廊道安全，将持续评估于校园周边建置科技执法设备，加强取缔车不让人、违规停车等违规情形。妇幼警察队嘛提醒，学校甲家长会当安排囡仔做伙上下课，唔通一个人或者是较暗的巷仔底就莫行。避免有心人有机会下手，若拄到青云人骚扰，就要随甲学校或者是附近的店头甲住户，请因斗相共，或者是直接敲110报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哦，有10条路线的学生啊公车，也毋过因为国光客运的司机哦，过年后真侪人拢无坐路，一寡路线是无司机通驶，不得已只好减少车帮。宜兰县政府嘛赶紧协调其他客运的驾驶来斗相共。开学这天，学生搭公车上课，在宜兰所发生部分公车的路线车帮减少，学生感觉真无方便。我们那边的车子本就比较晚，我就一定得走到这边来，到这边来。是。如果没有的话，就会要再更提早。司机人手不够。主要为什么司机人手会不够？这不知道那个。
国光客运的司机员讲，卡手确实多够，隶属部分路线车帮的整合。根据宜兰县府的统计，宜兰县有10条学生公车的路线，14班车，每个月有要1万人来坐。因为国光客运的司机员严重欠缺，真恶调度。其中3条路线已经协调其他的客运来到赛，5条路线的车帮做整合，保障学生基本通勤的需求。我们希望说他们能够有中文的时间又比较自由，所以他们就会选择说他们去开 Uber 或是去开游览车上。国光客运表示，因为共享客停车甲游览车生意较加热，年节的时阵已经有10几个司机员决定转图，而且有的少年驾驶因为结婚爱请育婴假，隶属司机员无够，未来会积极招人，提高司机的福利来解决问题。可以请学校协调学生搭我们其他的既有路线的班车。那假如说有一些没办法搭既有路线的班车，我们会再协调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学生公车是县政府协调客运的业者，开学了后每一天伫上下课的时段，才会营运的路线。县府讲，因为少子化影响，学生公车营运确实是真困难。未来会回归市场的机制，让运量较歹的路线来转型，嘛协调学校引导学生搭现出时市区的公车。若真正是无利便，会阁协调敢是要透过租车、包车等替代的方式，来满足学生通勤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环境部公布2023年空气品质监测站的统计，台东县最近5档空气品质污染有减少的趋势。去年有349天拢是好天真做是全国空气品质上好的县市。昨有美国 NASA 飞轮机嘛伫台湾的天顶来量测空气品质来进行亚洲地区的研究。天气真好天，台东市区的天真清，看真明。风景区也拢是外地来佚佗的人镇，好山好水是游客对台东的第一印象。这个环境比较自然，然后污染比较少啊。对啊，会比较吸引。是，好山好水。环境部公布2023全国空气品质监测统计，台东县去年有349天空气品质良好率达到95.6%，是全国唯一良好率超过95%的县市。县政府阁讲，台东县已经连续10年维持全台湾上清气空气的县市，主要是当年编列400多万，佮争取第8号村局支援经费。伫美南溪的水产防治防备沙涂粉，佮伫全县设立3个空品管制区，用监视器加强此地排放空污车辆，而且粪扫分化厂经过1年营运测试，空气污染的排放监控比国家标准更较严。这种的成果是全国的模范，也希望争取代表台湾甲亚洲各国进行评比，成为亚洲空气品质的模范城市。台东的空气品质在亚洲城市里面都是名列前茅，胜过亚洲城市98%以上哈。那我们会努力的持续参与这样子的国际事务。环保局表示，国际的评比是以各国的首都做对象，会向环境部建议未来参加国际环境评比，会当互台东县这项的成果，互世界各国看得到。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黎巴嫩一日内底去互以色列轰炸2届，造成10个百姓死亡。黎巴嫩真主党为着要报复，昨晚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真主党15表示，为了要保护以色列前一天对南部村庄纳巴蒂耶一个萨瓦纳的杀害事件，用几60粒火箭弹攻击以色列边境城市基耶施摩纳区。因有几多位战士伫这边行动死亡，以色列方面讲因也有士兵死亡，但是也已经拍回去。真主党讲，以色列在是一天内2遍攻击黎巴嫩，除了造成百姓死亡，伫纳巴蒂耶攻击中，也阁拍死精神部队的指挥官阿里阿德布斯甲2位战士。真主党消息人士讲，纳巴蒂耶攻击案代表代志愈来愈严重，不过当局尽可能将冲突控制伫咧边境附近，因也正清楚以色列是用这种攻击伫咧试探真主党的材料。因为以色列也放出同款的信息，代表双方拢无打算全面开战。מלחמה, אבל אנחנו חייבים להתכונן. למטוסים שטסים עכשיו ברגעים אלה מעל שמי לבנון יש מטרות. 聯合國正全力希望各方面家己自我控制，並且莫閣有攻擊行動，以避免危險局勢升級擴大。根據以色列統計，自從以哈衝突以來，真主黨差不多每天攏向以色列目標發動攻擊，超過1000人死亡。
大约250人被抓去。真主党表示，只有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攻击，真主党才会停落。这边相关的暴力事件，伫咧黎巴嫩造成包括170多位真主党战士在内200多人死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再来看以色列部队包围加沙南部都市一间大病院，昨晚进攻病院。以色列军队是讲，因掠到几啊个恐怖分子，认为讲病院内底有藏人质的尸体，四界在找找。也毋过哈马斯是讲根本无这款代志。有医师嘛指控讲攻击行动造成非常侪死伤。病院内面的天棚损害，规涂骹拢是碎片加乱七八糟的物件，也阁一直清土粉。伫咧甲加沙南部上大纳赛尔病院围困几多天了后，以色列特种部队15发动攻击行动。伫过去几天，病院一直互以军轰炸，即马是更加直接攻入去病院内面。病院内面的医生甲工作人员拢讲正超过。لحظات الليل الماضي كانت كثير صعبة. اشتد القصف علينا وصل لعندنا القصف لأحد غرف المرضى. تم استشهاد مريضين. شخص مجهول الهوية. 以军讲，伫病院内面发现武器，也有哈马斯伫咧病院内面设置的指挥室、情报加新闻中心，也有警察局，同时也有掠到几60位恐怖分子。因也相信病院内面可能有藏着人质的尸体。无国界医生组织讲，以军的攻击造成无法度统计死伤。有医生指讲，以色列的枪手声势想要逃离开病院的人。加沙卫生部表示，以军摧毁病院墙围啊、胡乱撞工，还佫冲入去火山口大楼搜查。This sensitive operation was prepared with precision and is being conducted by IDF special forces who underwent specified training for this mission. A key objective, as defined by our military mission, is to ensure that the Nasser Hospital continues its important functions of treating Gazan patients. 不过，以军并无对其他的指控做回应。哈马斯也否认讲病院内面藏人质的讲法。另外，以哈冲突也造成真侪记者被杀害。非营利组织保护记者协会15公布，2023年总共有99位记者被杀害，是2015年以来上最一年，比前一年增加要加44%。而且其中有77个人是伫咧以哈冲突中死亡，敢若是伫冲突前3个月记者死亡的人数。就冠过2年来单一国家全年有害记者的人数。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乌俄战争拍将近2档路，联合国评估讲，乌克兰得爱开美金5000亿才有法度重建。战争阁还未收煞，伫乌克兰东部的前线，罗西亚是取得优势，也毋过伫罗西亚的边境，嘛面对乌克兰空袭，造成上无6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有一份联合国家世界银行欧盟甲乌克兰政府联合评估的报告15公布，内容显示，未来10年乌克兰需要4860亿美金，换算代票超过15兆，才有法度支付予俄罗斯入侵了的重建的费用。这个金额是比前一年估计4110亿美金还佫较悬。敢若今年乌克兰就需要150亿美金来修复上着级的厝甲交通。Approximately 2 million homes have been damaged or destroyed, impacting nearly 10% of all housing units in Ukraine, hindering rebuilding efforts. The study also indicates about $80 billion in damages and loss in agriculture and $54 billion in revenue loss in the energy sector. 报告显示，损失拢集中伫咧前线4个州，包括顿内茨克、卢甘斯克、哈尔松加扎波罗热。不过，首都基辅加东北大城哈尔科夫损失也正惨重。俄战争已经拍要到2年，顿内茨克前线阿夫迪夫卡经过几多个月激烈的战斗，已经规拢拍远去，而且俄军即马欠军火，拍算要对这撤军，另外找所在防守。Unfortunately, we're getting reports from the Ukrainians that the situation is critical, with the Russians continuing to press Ukrainian positions every single day. Avdiivka is at risk of falling into Russian control. In very large part, this is happening because the Ukrainian forces on the ground are running out of artillery ammunition.
5战争拍袂煞，俄罗斯的比尔哥罗德市离乌克兰边境只敢若30公里，结果遭受乌军的空袭。当地州长讲，飞弹攻击造成至少6个人死亡，10几个人受伤，其中6个人伤势正严重。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防空系统甲14粒乌克兰的火箭弹拍落。联合国是呼吁禁止针对平民甲民用基础设施的攻击。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辑。再来看，希腊的国会将通过同性婚姻合法，真做是头一个婚姻平权的东正教国家哦。也毋过，伫国会外口有东正教的成員伫抗議，表示反對。Επί της αρχής του σχεδίου νόμου ψήφισαν ναι 176. 希腊上大城将为头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东正教国家。Όνειρο, το περιμένω εδώ και πάρα πολλά χρόνια, όπως όλοι μας, αλλά κυριολεκτικά είναι, δεν ξέρω πώς να περιγράψω πραγματικά. 这项立法允准同性伴侣会当领养子女，并承认是囡仔合法的父母。啊，毋过甲后面一寡国家同款，也是有一寡麻烦的问题袂使实施，像讲照白生囝。总理米佐塔基斯以平等的前提支持同婚，啊，毋过伊嘛讲，甲妇女当作生囝机器都袂使。即天伫国会外大庭反对这项立法的民众聚集，希腊有超过80%人信仰东正教。这个法案推出前，就已经引起希腊东正教正生气，佮放调抵制。极右派正东政客也讲，这个法是伫希腊的家庭内放一条炸弹。伫后面27个会员国内底，有15个实施同性婚姻合法。保守派总理米佐塔基斯去年成功连任，和中间派甲中左派大输。伊第2任期开始了后几天，就伫推出这个法，希望甲后面的脚步同齐。希腊社会也是注重家庭价值观甲组成，性别方面较对袂着西方国家。最近一份民调显示，62%受访者赞成同婚，69%反对同性伴侣生囝饲囝。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台南市南区二林溪出海口本地海边有一个碉堡，也毋过因为海平面降低，沙坡地流失，即马敢若看到一部分的厝顶尔，其他拢沉到海里咯。环保团体是表示讲，这个出海口的沙坡地已经倒桥几百公尺，是一个真严重的警示咯。台南市水利局嘛表示讲，会搁向水利署来争取经费，望讲当扩大沙坡地的面积。来到二林溪出海口，一透早就有民众来遮钓鱼。不过，这个沙坡较早其实搁较大片，面积唔难安尼。防坡底挡的时候，它那个落差真的是有时候都快到岸边。将来你这个沙子肉流失掉以后，对，就全部就是整个都地基就要掏空了。要去钓鱼的话，从那个光走那个沙地要5分钟，上面有1分钟你就到了，你就到了啦。要有防空洞。哦，所以要困难。早期有真的有很多。对啊，我们都无啊。提出台南社大提供相片比对，2004年二林溪出海口沙坡真大片，有300-400公尺长。同一个所在徛卫兵的江哨碉堡，到2009年，敢若会当看到一半。啊，若即马碉堡煞互海水淹甲村厝顶，要伫水面顶悬，这嘛代表海沙坡倒桥的情形是不只要严重。然后这样的状况在台南七股溪湖、北门溪湖也一样，我们的沙洲整个在往东往内侧，然后变瘦被抹平。你在整个国土计划、都市发展的上面，你必须要去考量我们减碳的效果，我们对整个环境的改善到底帮助了多少？台南市水利局指出，最近这几年台南的海沙坡拢有倒桥的情形，市府嘛拍拼咧放慢倒桥的速度。针对二林溪出海口到黄金海岸这卡道，水利署第6号船分署用吞涂补沙的方式，一寡互海水流去的沙坡已经有补回来啊。所以来市府嘛会搁再争取经费继续吞涂。台南市政府自100年县市合并以来，已经针对于海岸侵蚀防护办理48件工程，投入经费约4亿元。市政府会再跟水利署争取经费，来扩大海滩的一个面积，增加减缓这个海岸退缩的一个时间跟速度。环保团体强调讲，虽然出海口北边黄金海岸吞涂有效果，不过便若雨水期做风台，拢有可能受影响，并无采工。
未来嘛，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提早应对，做好防范，因应极端气候挑战甲冲击。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昨伫屏东县坎顶乡有庙在闹热闹，因为庙方甲信众是放真侪炮啊，嘛去影响到民众。警方表示讲，虽然这活动有申请路权，也毋过嘛妨碍到交通，会来处罚。天顶火光四射，烟火放袂停，规条马路佮排完等下要放的烟火，骑奥多麦的民众看到头前无法度通过，只好甲车先停咧路边。佮有民众烦恼，互炮虎仔牵到，用纸箱仔甲头砍掉的，立伫咧路边。15号暗时，屏东县坎顶乡有宫庙举办平安绕境活动，江川的庙来祝寿，放着真侪烟火，惊到民众。哦，足大声吼！变变过吼。大家迄个吼拢停起来，拢看伊啊放遐头吼，都放差不多10几分钟。一早起登去当地已经恢复过去的平静，不过沿路阁有看到真侪炮虎啊和粪扫，民众愈扫愈不满。这粪扫哦，拢不爱拼啦，拢送去阮的店遮来。现在人多啊，厝个捌啦，啊这庄卡所在先生会放炮啦。放炮啦，你感觉无要紧啦吼，该正常。不过嘛有民众认为绕境的活动较闹热无要紧，警方表示活动事先有申请路权，警方嘛伫咧事前向主办的公庙开会，要求遵守相关的交通规范。不过根据民众翕的影片，已经明显妨碍交通。占用道路违规部分，本分局已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处行为人或其雇主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如果有查获释放爆竹、烟火、炮屑未及时清理之违规事实，将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规定，可以裁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对于公庙无马上清理现场，环保局要调查实际违规状况，按照废弃物清理法进行裁罚，上悬会当罚6000块。记者李小明交关屏东报道。台中火车头附近的旧城区已经较无闹热咯，也毋过最近这几档是有真侪人伫旧城区在经营文创产业。今仔暗时8点，南部开港在地旅行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这几档台中旧城区的改变。1962年落成到即马下楼化妆品工厂建筑到即马超过1甲子，已经历台中旧城区的起路，有建筑设计专长的文创团队入去了后，伫这个所在开创一个新的美学空间模式，将较早恬静的分享变做互大家停留观赏的好所在。那这个窗户呢，它其实是原来工厂堆放在仓库里面的废弃没有使用的这些小窗户就把它变成是一个装置艺术的概念。把这圣香堂从1962年新建开始启用之后，一直到2021年我们那时候进驻的时候的时间。保留原来空间设计甲使用分野，就是要互来访的民众会当感受到老建筑伫古早时代的生命甲过程。这个空间呢，其实是以前的仓库，可以看到墙上有个痕迹。这个痕迹的话，它是以前都是夹层然后是堆放货物的。然后你可以看到上面的那个木梁有一些黄色的纸片，可以看得出来，那上面有写什么洁面乳防晒油就可以看出它当初就是他们这些商品分类的一个标签。老工厂唔那是生产的场所，其实嘛是历史上好的见证者。它除了生产化妆品这件事情之外，其实它很重要一件事情，就在民国36年那时候，其实是20世纪大战之后嘛，然后台湾其实是非常的卫生条件各方面建设都百废待举。那其实他们生产的这些香皂的产品，对于改善那个年代的这个生活的水准或者生活的这个卫生条件，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它其实对于台湾人来讲，它除了是生产化妆品之外，它对于那个年代，它其实有它的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定位。记者综合报道。过年大家拢会行村去庙林拜拜。婚林关是统计讲7天的年假，婚林有超过300万的观光客其中8成拢是去北港、朝天宫，阁有西丽福兴宫、金庙寺去拜拜，顺煞去观光，嘛互附近庄头的店家生意是强滚。北港朝天宫人是叉，过年中间，一民众拢去庙内拜拜求平安。中国大观婚林有济庙宇吸引民众行脚到，四边的店头生意是比平常时加几纳倍。还是过年，
走个村嘛，就是来拜个拜，然后就逛逛买个饼啊，对啊，买个什么花生糖啊。那个业绩方面提升，今年的景气我是觉得比去年还好很多很多，对对。根据云林县府文管处统计，过年7天的连续假期，云林县有超过300万人次行脚到，其中去拜拜的占8成。嘛有民众拜拜了后，去到附近的观光工厂，也是果子横蛮果子，游客拜拜带动云林县内的观光。阿伯的摆草莓价格还 OK 啊，对，跟外面的价格比起来还是比较软一点。这个 AI 的智慧人流的统计，那整体呢，从除夕到初五呢，朝天宫已经超过100万的人潮，那武德宫呢也超过100万，那在我们福星宫这边呢也超过了80万，所以呢，整体在短就是7天的时间，整个来到云林的香客跟游客超过300多万。文管处表示，云林总个活动真热，县府观光政策的目标是让来云林拜拜的民众会当变做接来云林游览的游客。也说来北港灯会，县府有规划免费的专车接送，消费发票登录会当来抽汽车，就是希望有愈多游客来县内消费，带动云林的观光产业。记者云林报道。来看台湾戏曲学院今仔开学，嘛演出财神献宝来迎接新学期哦。学校嘛表示讲哦，今年伫戏曲演出来引进 AI 科技，望讲会当互观众有无共款看戏的体验。哇！财神也分享糖果跟大家分享。台顶演出财神献宝，甲糖仔迎甲等落台，互观众代表财神爷甲金银财宝送互大家。新的一年开始，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以开台大典迎接新的学期，也公布今年要甲 AI 科技引进戏曲表演艺术，创造全新的看戏体验。所以我们希望引用 AI 在我们的教育，还有舞台表演，包括我们一些演出，希望能够有一些 AI 的科技，能够协助我们在舞台的一些表演，更让观众有更新颖的感受，而且更了解我们的舞台的艺术。校方表示，目前详细 AI 计划也在规划当中，目前估计今年10月份会演出一出儿童的戏剧，到时就会实际应用 AI 科技。下半档吼，咱学校有要做一出叫做《森林七爱人》，就是白雪公主啦，吼 ，Snow White 这个戏，内底有一面镜，哦，迄面镜就是迄个 mirror， 迄个 mirror 吼，迄个镜，迄面镜内底吼，伊所呈现的人，伊会当做甲这个 AI 去做结合。校方表示 ，AI 唔通帮助民众伫看戏剧表演的时有全新的感受，也通实际应用 AI 技术伫教育，也是剧本的编写、舞台设计等等，互传统戏剧的表演、教育拢通有新的可能性。记者郭良随台北报道。今年元宵哦，台南会闹热滚滚。除了有台南灯会第23届世界兰花展，佮有今年的台湾国际兰花展哦，嘛伫台南展出。市长黄伟德就讲，你是看兰花展哦，暗时看花灯，佮规工拢有台南的好食物啊通食。2024台湾国际兰展暨世界兰展将正式启动。台湾政府品种创新，而且技术稳定，尤其是台湾兰花的产量是世界有名。即马全世界有3大兰花展，包括世界兰展、台湾国际兰展甲东京兰花展。经过争取，今年第23届世界兰展会伫台南举办。即届嘛要结合台湾国际兰展做伙展出，佮拄好和台南灯会共一个时间，有个会请更较侪游客到台南佚佗。台南兰花占世界1/6，那占台湾的1/2，所以台湾的兰花占世界的1/3。在去年我们举办台湾国际兰展的时候，有32万人来参观我们32.6万参观我们的国际兰展。那所以可见台湾的兰花已经是顶港有名声，下港嘛足出名哈。16天的兰花联合展出，会对2月24元宵迄天开始到3月70。农业部表示，台湾兰花栽培除了多样性、稳定性嘛领先各国，因为安尼嘛真受国际市场的欢迎。那兰花，我们除了去外销美国、外销日本、外销韩国，那其实我们要打通全世界的这些兰花的产业。那全国兰花的这些产值大概有70几亿，那外销的部分占了60几亿，是将近有90%的，这是兰花的一个产值跟外销的量。台南是兰花上大的产地之一，今年佫拄好拄到台湾灯会咧台南展出。
台南市长黄伟哲嘛希望趁这届联电甲元宵经济同齐时间，除了会当拓展国外的市场，嘛会当顺续活化地方经济。邀请民众日时看兰花，暗时看歌灯，对透早到暗时拢会当食台南的美食。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来看有统计显示讲，咱台湾的医生平均的年纪是51岁半，目前阁有103岁老医生过来看病。咱国内急诊的医生算是上少年，平均是44.6岁哦，妇产科56.7岁上老。为了替孕妇做产检、扣囡仔，妇产科医师差不多24点钟提名，那工时长、风险悬，搁爱不时面对患者告医，所以部分少年医师无愿意做。所以妇产科医师变作是西医所有的科别内底，平均年纪上大的，达到56.7岁。年轻人他希望他的生活品质，他不可能24小时，或者是甚至1年365天都守在这儿，不可能。根据医师工会全联会订阅资料显示，台湾医师愈来愈老，平均年纪上老的除了妇产科以外，都是家医科54岁，上少年的是急诊科甲放射肿瘤科46.9岁。咱国医师平均年纪是51.5岁，目前也搁伫咧救人的上老医生是103岁。不管是医师而已，其他的年长的人，有的到100岁，他还是头脑很清楚，身体很健康。像这种状况下，他去看诊，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医疗涉及高度专业，所以其实除了继续教育以外，医事司也应该要去盘点一下各专科人力高龄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医师工会全联会是讲，全国医师差不多是5.5万人，台湾医师不是无够，是各科别严重无平均。亲像国人生育率降低，儿科甲妇产科医师影响上大，建议政府应该针对特殊科别，互因奖励，互少年医师愿意做。卫福部是讲，医师无退休年纪限制，目前是透过6年1届的医学课程，通确保医师会当提供正确的医疗服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公司台基台伫3月初3要推出头一出的时代剧《盐水大饭店》哦，这是改编自台湾农民运动先辈戴正尧甲一群好朋友创立的街头青年合作社，因为民主为农民拍拼的故事。这盐水哦，毋是地号名，是形容讲迄个年代，这人去家家内底拢是食饭搅盐。这毋是什么人会当去的呢？迄款所在你嘛敢去哦？是有便当通食无啦？这是公司台基台第一出时代剧《盐水大饭店》，剧本改编自台湾农民运动先辈戴正尧少年时代和一群好朋友创立桥仔头青年合作社的故事，由张耀仁、蔡昌宪、黄德勇3个人主演。这出戏伫拜五开着映会，演员表示为着要甲台基的台词讲互自然，因下真济苦工去练习甲调整。咱的坐伫咧一个会议室内底，甲即个剧本一场一场，拢家读，嘿。一场戏开始调整，因为一寡剧本其实你理写出来，甲你真正要甲台语讲学足生活化，其实有淡薄困难。盐水大饭店改编戴正尧在生的时积极参与民主运动，为农民争取权益的故事。这出电视剧是田文东和林静茹导演共同执导，因希望会当甲戴正尧为着民主自由向维权政府抗争的精神传达给观众。看真侪国家拢发生真侪对反民主化的这个情形，所以这个片上重要，嘛是上大的目标，就是就是伫讲民主力量对独裁迄种抗争、迄种对抗吼是非常重要，千万唔通袂记哩。导演田文东表示，民主侵华过程有当时进2步会退1步，这拢着靠一代一代的人去拍拼。盐水大饭店这出电视剧会伫咧3月初3公司台基台播出，希望会当互愈侪人来了解台湾的历史。记者卢尚珠、曾俊佑台北报道。因为气候变迁，北极熊找食食是愈来愈困难。自然通信期刊发表的文章就指出讲，北极熊在找食食的时，是食了精神甲体力会消散落肉，平均3礼拜会瘦21公斤。
根据13伫自然通信期刊发表的文章指出讲，因为气候的变迁，互北极熊改变找食物的习惯，找食物的时阵消耗的热量已经比因食的搁较济。就算入去到无啥活动的半冬眠，因的体重同款是一直减。为了研究实际的状况，研究人员伫19只北极熊身躯顶放监视器，记录因伫野外生活的状况，结果发现讲伫短短3礼拜内，北极熊的体重平均是减差不多21公斤左右，这已经等于是因7%的体重啊！有一只母的北极熊，甚至是行375公里才找到食物。这种爱开长时间才找到食物的状况，对因要生产后一代是真不利。Our concern is that once mothers with cubs lose their body condition to a certain point, they stop producing milk. And all of a sudden, at that point, the cubs now have to rely on their own fat reserves. The mother doesn't get them back out on the ice and feeding on seals shortly after she stops nursing. We've seen this in Western Hudson Bay, where the cubs actually starve to death on land.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已经甲北极熊列作是特别绝种的物种，对于人类有效来消透暖化的情形，无北极熊有可能伫80年后，就是西元2100年完全灭绝。公司新闻新乐杯编译。晚报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8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华岛地区上低9度，上悬1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后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